讲到婚姻馆推动中正食堂，正前因为疫情来停办，目前嘛改做送便当的方式。即马县府希望维持做伙出来食共餐的原则，鼓励在厝内的时代加出门运动，甲人交流，才会当互这项社会福利真正有意义。 时间一个到，时代排队来食中昼顿。为了照顾文林馆内的时代，县政府对6当前推动中青食堂，目前已经推动169位，供应14000多个时代中昼顿。不过，进前因为疫情停办，后来疫情转好了后，是以便当也是送餐的方式。不过，即马县政府希望会当恢复共餐。县政府人讲一定爱倒来食，阮会配合县政府。啊，假使讲无应该是吼，阮伫遮。 你翕了，阮就摕转厝上卡。阮摕转厝食，阮较袂大家互去感染到啦。是大家聚在一起，老要聚在一起是很好了哈。可是啊，如果有人感冒了哈，或是有一些流行性感冒的话哈，这样的话哈，对我们全体的话哈，尤其是老人家哈，一个传过一个，一个传过一个哈。 最近社会处希望中青食堂恢复共餐，不过有的社区要求时代爱签到，才会当一起用餐的资格，引起大家反弹。社会处表示，主要是希望这项政策会当让时代加行出去户外。其实长青食堂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为什么需要共餐？因为我们希望它可以走出家门，那促进它的一个长辈的社会参与，那能够就是延缓它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现象。 社会处表示，最近积极辅导社区尽量会当恢复到疫情进前共餐的习惯，不过不是严格规定。若准时代感冒、行动不便，会依次送餐的服务。而且真侪社区透过关怀据点办活动，鼓励时代转到社区做伙食饭，安尼社会福利更较有意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